橫福苑長5級大火真係燒到全港人民嘅心都噏晒啊！8棟樓1984戶，好多嘅按揭都未供完㗎，成間屋都燒到冇咗。咁最實際嘅問題就嚟啦，啲房貸仲要唔要還啊？我知好多街坊都心諗，樓都冇咗啦，銀行實會網開一面啩。但係現實殘酷過場火啊！橫福苑係居屋嚟㗎，住嘅大多數都係打工仔同埋一個老人家啦，近40%嘅居民啦，基本上係超過咗65歲㗎啦。本身樓市已經跌晒價，有啲單位都早到變成負資產啦，而家直頭係燒到零價值啊！但係貸款係1分都冇得減添啊！點解會咁㗎？其實係好易明嘅啫，銀行借俾你嘅係錢，唔係樓啊！層樓只不過係抵押品，咁燒咗層樓唔等於你筆債係唔使還嘅喎。好彩大廈呢就有買保險，中國太平保險已經係急急腳啟動咗理賠㗎啦，話會應賠盡賠，但係呢就要醒定啲啦。大廈火險只不過係保電梯外牆啲公共地方，落到每戶嘅手有幾多，真係只有天知地知㗎咋。不過政府同銀行都算快手，推出咗6項支援嘅措施，等大家真係可以喘翻啖氣啊！金管局就同28間銀行都有夾份㗎，俾受災居民6個月嘅還款寬限期啊！期間嘅按揭、私人貸款同埋卡數啦，都可以暫緩還款㗎，連本帶息遲啲先找，仲豁免埋罰息手續費添啊！但係要記住，我哋嘅寬限期只有6個月㗎咋，如果過咗唔供嘅話，就當係違約㗎啦。講到最心噏嘅就係班住戶啦，單親媽媽打2份工供層樓，後生夫妻慳啲使支湊首期，老人家仲要係買咗層舊樓換呢間啦，成副身家抌埋落去，一場火就直接清零，而家仲要每個月碌2萬幾蚊俾銀行啊！橫福苑唔單單只係一個樓盤嘅悲劇啊，佢係成個香港基層同埋中產嘅縮影，風險要自己擔，債務要自己孭。我哋睇到嘅唔單單佢哋失去咗一間屋，係賺咗幾十年嘅安全感同埋希望啊！無論係社會嘅援助基金，定係港府提供嘅過渡屋啦，希望大家真係搭多把手，等受災街坊可以早日重新安樂落腳。人心無情，但係人間有情啊！街坊們頂住啊！